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新春恭喜！咱会记得2020年3年前，咱拄啊好嘛是过新正，伫遮做感恩礼拜。了后疫情就开始宣布啊，其实是年初就开始啊吼。会记得对过年新旧历正咱开始面对2年到3年的即个疫情的影响。今日头一遍看到咱的即个礼拜堂坐差不多9分满，这3年来难得有的现象哈。表示讲上帝怜悯，互咱大家安尼忍耐，安尼用艰难，但是行过这条路，看见新的一年上帝恩典伫咱中间。所以大圣要甲咱，请咱甲隔壁祝福一下，讲祝你今年恩典加倍，好无？来甲大家祝福一下，感谢主。咱平常时拢2场礼拜啦吼，台语佮华语安尼，所以2场联合做会，我们有台语有华语的，而且一起聚集人数我想是3年来今天是最多的。期待我们日后也是这样子，大家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疫情的限制，大家一起在这边同心敬拜热情的敬拜。大先，咱先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这个新春的日子，阮也是主你的生日，实在是领受这款的祝福，阮心内极其的欢喜，也献上感谢。有真侪兄弟出外到外地旅游、出国，也是等于家己的老家探亲。咱我有侪兄弟姊妹对外地倒转来，大家团圆，伫这个连续10日的假日，阮相信上帝你有美好的保守甲恩赐，阮享受到各种方面主你赏赐的喜乐。阮新的一年带着主你的快乐，圣经的话真侪，阮去打拼努力奋进的目标。伫你面前要三甲分享你的话，求你带领恩赐保守，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拄则咱的师会咱做长老带咱读台语搁即个华语小等下咱会让伫遮经节搁一遍做伙来学习啦那要三甲分享的就是讲，足侪人咧讲台湾人有迄个幸福感无？那问题是在于说，这个幸福感到底是什么根据啦什么根据事实有真侪人拢咧思考这项代志，但是嘛有真侪人无满意，讲台湾搁足侪无好的所在啦安尼1-2个月前的选举，真侪人就感觉讲台湾人无幸福所以现在的执政的我甲你掠落来安尼。所以个人的想法都无共款，特别是现在网络这的认知作战，互人感觉讲到底。我住伫台湾到底是幸福无幸福？事实家己拢有一点犹豫就对啦但事实，咱是照根据一寡统计啦根据统计，真侪台湾人拢感觉咱住伫台湾是一个足福气的所在。特别是去外国旅游真久的人倒转来拢感觉讲台湾非常好安尼。咱教会有一位姊妹伊去年甲伊的公主啦甲伊的公主去英国读册最近转来咱处如姐啦咱伫遐开讲就甲问讲，处如姐恁去遐住恁甲恁后生住尼租厝毋着偌济钱伊足客气甲阮讲一个月爱15万啦一个月爱15万住一间小小的公寓安尼。咱台湾人嘛感觉讲物价足悬，安尼愈趁即个薪水袂赴通好，即个起价安尼。但是综合来讲，
真侪人拢认为讲，台湾才是上帝美好的恩典啦吼。毋知拄则咱咧吟圣诗，咱有注意到无吼？圣诗诶434首，咱平常时过正才咧唱吼。啊，伊安怎讲？伊讲感谢你赐阮乡土，美丽如画境那图。四季当夕照天时，三河三亭来徛起。感谢春雨年年落，润泽土地好种植，溪水长流山岭青，五谷菜色搁富裕。东淮河汉太平洋，西浦平原好种稻。花香鸟语人情暖，美丽天成咱台湾。这首诗歌咱对细汉唱到即阵啦吼，啊，咱新圣诗吼有请台湾的诗人，搁小可家写较有本土味的。我就是知影讲，即三节真正一个讲咱台湾。那么真侪人讲啊，台湾上水的风景哦是人安尼。啊，他不管如何，牧师嘛袂使勉强讲。啊，我感觉足幸福，你感觉无幸福，啊袂使甲你勉强吼。总是整个的大环境来讲，真侪人认为住伫台湾实是何等上帝恩典，特别是即个疫情的经过，特别伫即个全世界经济变动即个苏俄甲乌克兰的战争所引起侪的困境，台湾还阁伫经济伫进步的中间。进前有一份杂志吼，伫访问啦吼，讲访问即个长辈吼，100几位长辈讲，你回顾你的一生，到底什么是你上界感觉上快乐的代志？吼，你感觉我一生中间，你想起来，倒几项是你上快乐的安尼？有真侪人吼，头一个，伊感觉上好的，就是讲，伫生活中去找到家己的趣味，甲家己的嗜好，讲这是占上悬的吼，19%。第二项，伊感觉讲家庭真和睦，子女吼会教养，成长，感觉真满意。第三项，就是讲你甲你的伴侣，你的另外一半互相扶持，来经过这个一生啊。搁一项，当然是几啊项，大概头前这几项，搁一项是讲我甲厝边头尾，甲我的同事，甲我的家内的人，讲大家人际关系非常的圆满，这个长辈呢，因家己来拍分数，讲若10分吼，你的一生人生你拍几分啦吼？讲拍7分到8分呢，就是讲较悬分的有37%吼，伫要占4成吼。至少有及格啦吼，5分到6分呢，有29%，所以差不多呢50几%拢感觉讲，住伫台湾这个所在吼，至少有及格吼。他毋知你的心内的分数是偌济，我毋知啦吼。总是咱求上帝，互咱伫即个新春的时阵，大家搁一遍3甲来有份来了解，咱对伫一个信仰上，上帝赏赐台湾这个岛屿，你安怎大声对这个土地感恩，来对感谢上帝安尼？所以你到底对台湾有幸福感无？这袂当甲人勉强啦吼。但是咱有时想着讲，咱台湾人吼，安尼逐摆拢会当过2个新年呢吼，新历年也咧过，旧历年搁过较久，安尼休10天，毋知要去倒啦吼。咱台湾人搁过3个情人节就对啦吼。实在是互咱感觉讲，这侪项想起来，可想较别人伫比较起来，当然有真侪袂通比，但是你若感觉讲台湾是全世界吼，这个 7-11 比例上悬的。真侪外国转来的朋友亲人讲，24小时逐位拢有通好去呢，要食物件拢免烦恼咧，腹肚枵吼，都是有烧的通好食安尼吼。真侪人是欢喜讲，台湾人吼，都敢若食果子就福气就对啦吼，食果子就福气迄伫日本啦吼，伫迄纬度较悬的吼，要食一粒果子实在是足困难。台湾人吼，果子食有时伤济，煞都要倒落去溪沟内底安尼。
他不管如何，兄弟姊妹，这个拢是咱生活中会拄到的。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在面对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主里面刚强壮胆，然后反省过去，立志将来？换句话说，这些外在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感的来源？不一定。有的人活在福中不知福，有人活在安乐享受的当中，还是埋怨，天天埋怨，埋怨是大人，埋怨这个社会，埋怨交通，埋怨政府，无强袂埋怨的就对啦。这网络上逐项要写，搁在你写呢。兄弟姊妹，咱的确伫这个春节的时阵当然大家欢喜组织团圆欢喜，但是咱要安怎来思考，用健康的心来迎接这个新春？因为咱知影讲外在环境，你有要搁较济。咱伫这个新年的时阵，伫迄个买迄个乐透彩安尼迄个加码，一大堆人相争要买，到底买了后，是毋是你就一生幸福？不一定。真侪这社会学家咧研究讲遐会得到大奖的乐透彩的人，到尾下场拢足凄惨，因为伊都有遐个钱袂晓管理就对啦，袂晓用钱愈多，互你袂晓用是安怎？就像你啉迄甜水啉伤甜呢，啉喙齿拢落了。问题伫遮，问题是讲真侪人是看迄个外在，亲像咱看见迄个庙事拢咧抢头香啦大家相争要排队要领福袋啦，这拢是应景的习俗，咱袂使讲拢唔通做。但是问题是，咱基督徒的心态要安怎来面对安尼？因为咱知影讲，咱必须要用健康的心，你才能除去遐个负面的思想，无适合的思想，会通得到生命的亏难。这个意思就是讲，真侪人伫过程拢会讲这祝福的话，毋茫讲你外在环境拢甲你困难拢甲你排除，你就一生幸福，毋是啦。迄个幸福的来源是对你的思想，是对你健康的心所来。有一位美国的哲学家叫做威廉詹姆斯，这个威廉詹姆斯也是一个心理学家伊讲一句话讲，咱这个时代上界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发现家己会当透过心思意念来改变家己的生活。意思是发现讲，一切外在的努力，固然是个人家己的打拼，但是上重要的是，因为你的心思意念会当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生活。所以，咱过去有一个基督徒的教授，已经足少年就过身去这个台大工商管理系的教授，叫做汪正民教授伊捌讲过一个故事啦伊讲这个故事讲，伊捌伫迄个北京的协和医院咱知迄间出名的病院，头前有一个乞食，少少年拍伫地呢，伫遐咧甲人讨钱啦咧甲人乞做乞食。伊迄个生一粒疮其实无讲介厉害，毋过后来愈来愈严重。这个乞食后来发现讲伊无想要医，因为感觉讲有迄个空喙人看到伊就可怜啦所以落钱互伊安尼。所以有较侪人会同情伊。伊感觉讲，迄人有真侪人就是讲，伊宁愿家己无爱好医好，因为要得到较侪人的同情。前无偌久咱台湾有一个新闻讲，有一个少年查某囡仔讲，伊足茫茫会当欠500万就对啦。穿水水走去伫人个车站头前咧甲人讨钱，好脚好手伊感觉用安尼要来得到伊人生的第一桶金安尼。嘛有讲了一个故事，讲两个做职人做农夫的一个人足乐观，一个足悲观。这个乐观的农夫讲，感谢上帝用雨水照顾我的农作物。但是落足大雨的时阵，这个另外一个农夫讲感谢是感谢啦，但是雨啦落无停我的农作物就阴阴死袂当收成同款一阵雨
正面的人，伊感觉讲这感谢上帝；负面的人感觉讲，哎呀，这水伤多哦，互我的所有的农作物拢损害去啊。兄弟姊妹，到底这个正面的思想大家嘛爱，但是迄个关键重要伫倒位呢？重要伫你有对信仰、有对圣神得到这款的开力无？若无，往往真侪外在环境影响，迄个侪的风吹草动吼，就会诱你去对负面去。啊，所以咱才看见诗篇所予咱的教示啦，讲敬畏上主的人要对锡安来祝福你。诗篇128篇第1节讲：敬畏上主的人，我有福气啊！遵行伊命令的人，我有福气啊！啊，第5节佫讲：敬畏上主的人，的确安尼蒙福。因为一个敬畏是表示你的心思意念，互上帝甲你影响，毋是靠你家己。当有圣神同在的时阵，迄个气力就你要左右你外在。就亲像咱定下咧讲的，啊，真侪人吼，即个空间内底吼，啊，你感觉足热，啊，你若感觉愈压杂，啊，你就愈热。但是你若感觉讲，啊，即个袂佫会使，迄个身躯的热气就无去啊。就敬畏上帝的人，咱知影咱就要得到生命的能力。咱最出名的经节，腓立比书4章12节到13节讲：我知影安怎过善车的生活，嘛知影安怎过富足的生活。是饱是枵，是春还是欠缺，我已经得到秘诀，就是无论什么时阵、什么所在，我拢知足。他这款保罗的能力是倒位来？伊讲我靠赐我的能力的祈祷。我有开力通克服各款的环境。华语的圣经，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换句话说，外在的环境，无论是台湾多么幸福，多么富足。如果你的心不富足，永远都缺，永远都欠缺。但是这样来，我们怎样得到一种真正的富足呢？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都看得见，就是不是靠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物质的丰厚，而是因为知足就会带来丰盛，知足就会带来你许许多多的幸福跟安乐。圣经中怎么定义富足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富足不是从忧虑得来的，富足不是你斤斤计较啊，花了很多劳苦想要得着。箴言10章22节，台语讲：上主赐的福气，互人富足，内面无掺忧苦。上帝互你的富足，唔是用这个忧虑去得到的，是上帝丰丰富富的赏赐。华语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很多人为了要富足，花费了好多好多的心血，到最后说一场空。很多人想要借由赌博或借由什么样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去得着，到最后连本钱都失掉了。这是第一个，不是靠忧虑得来的。第二个，知足的人最富足。咱拄仔读的圣经节。提摩太前书6章6节，讲敬虔佮知足，为互人得大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通食，有通穿，就着知足。这句话，互咱的意思，毋是咧甲人讲吼，咱有财产，有咱的这个经济真好吼，安尼是歹的事，毋是啦。伊咧讲的意思是讲，当你对食的无依赖，袂去依赖伊，你是有知足。你今日食番茄糜，你嘛感觉足好食；你今日食大餐，你嘛感觉讲，嘛是袂歹。你的心境无因为外在的变化来影响着。当你知足的时阵，是上好嘅啦。这是保罗先生所予咱的，因为这个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咱台湾人的俗语，有通食，有通穿，就叫知足。现在中文译本讲得更仔细了哈。他说：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记得哈，知足还要加上宗教。换句话说，你的信仰，当你知足的时候，
你的信仰会让你觉得你是一生最幸福的人。所以，咱若是基督徒，徛伫台湾，既然台湾人认为讲咱有幸福感，应该咱基督徒应该更加加倍幸福才对。他说：“我们到这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得吃有得穿，就该知足。”那什么叫做富有，真的很难界定了。有时候那个富比士杂志一年就是哇好几次说谁是最有钱的，哎谁是全世界首富哈，看起来让这些升斗小民都觉得很心内足不准啊呢哈。其实那个都是商业宣传，真正富足的，如果在台湾来讲，我觉得我们要跟原住民来学习。为什么呢？原住民他们有知足的生命哲学，他们老早从他的祖先开始就共享的观念，因为在山上生活哈，不像现在平地。很多食物你要去累积或是去收集才有办法，他们只要缺了什么东西，走入山林，什么就不缺了。他们把大自然、把上帝给他们的山林当成他们免费的冰箱，缺了再去拿就好。所以你定笑讲原住民拢无要欠钱，伊讲我都无需要，那都爱欠，欠是为着你无够，唔才要欠。当然，咱袂当介恶意，咱在别地人无安尼啦。但是我说他们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他们是一个共享的观念。他们打猎回来，当然是年轻力壮，会跑会跳会爬的年轻人去打猎啦。那些长辈、那些残障者、富足，他们当然没有办法。但他们打回来的时候，只要是这几家一起去打猎回来，他们的猎物一定是每一家平均来分配。所以有人在说。原住民的社会没有乞丐，因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谁缺什么、缺吃的、缺穿的，没有人照顾他，那是他们部落最大的耻辱啊！从他们以前对祖灵的概念，他认为这个是对祖灵最大的不敬，竟然让我们的家族、我们的亲友、我们的这个部落里面有人是被遗弃的。那这个共享的观念，其实全世界大家在追求一个均富的社会，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在咱台湾，老早就有这款幸福的概念。原住民因就是那在丰收的时候什么小米祭啦，什么祭祀庆祝3天呢？你叔叔的来食，就去休困，再过来跳舞，再过来煮安尼。如果我们从他们的理念就会看见，上帝借这个山林，让原住民的生活哲学，让我们台湾人学习到说，很多的贪欲，并不真正会带来幸福。第三个，劳动至上，家庭兴旺，就是富足的概念。咱对了读的诗篇128篇20到30讲，你劳碌得来，够你食用，你要快乐，凡事行通。你的妻子在家中像结实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像小橄榄树。很多人就觉得说，不劳而获不是很好吗？签个乐透彩，赚个100万、1000万，那是人生最幸福的事。但是圣经的界定的幸福是说，你亲手吃，享受你手做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因为劳动，一个人会劳动不是说艰苦啦、了力啦，因为你的劳动表示你健康嘛。拄则咱讲迄个问卷这老人的一个家己的一种的观念讲他们最大的，他说遗憾的事情啦，就是说我没有把健康照顾好。换句话说，所有的长辈都认为，我一生最幸福的是我要保持健康。这个健康比任何财务啦，比任何名声地位更重要。从圣经这句话的概念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说，你有能力赚自己需要的，那是最幸福的事情。基督徒，如果你还是存在那种上帝你赏赐我我唔免做就有通吃，
哦，上帝甲你去读壳。咱真侪外邦人咧笑咱基督徒吼，咱咧祈祷对无吼？哦，拢会笑咱基督徒讲，哦，你拢祈祷啊，上帝啊，赐我食，赐我穿吼，赐我欠钱毋免还。啊，你若安尼想，就是外邦人啊，外邦人的想法。上帝讲，你都爱劳碌，你劳碌毋是讲吼艰苦啦，是你有健康，你才会当劳碌，你才会当拍拼。第四项是。基督徒的富足是无贪财，拄起欲望。提摩太前书6章9节到10节，那些想发财的人是掉在诱惑里，被许多无知和有害的欲望抓住，终于沉没毁灭了。第10节，那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痛苦，心灵破碎。我想这些很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清楚。我是说，从圣经里面，他一直在告诫我们不要贪图那些不劳而获的。所以神阿公跋筊、投机，也是趁迄个，不是靠努力来赚钱，不是上帝所欢喜的。甚至我们这个社会流传一句话，说你赚的容易，失去也容易。我常常在讲说我自己的故乡哈，我的故乡的离岛的男人哈，大部分都要上那个远洋渔船抓鱼赚钱。他们如果渔获非常顺利的话，一趟就可以赚好几百万。大家看起来很羡慕，但奇怪哦，这些赚钱很容易的人哦。出海要在下一次出海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两手空空。大家去调查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外面哦，拍拼啊，无通好，无人好啊，休困啊，掠鱼哦，足忝的啊，所以倒来到厝吼，遐钱看到钱哦，无开感觉足艰苦的。讲我拍拼要死啊，无开袂使安尼吼。有的跋筊，有的去声色场所，然后真的没钱了，乖乖啊，得个上船安尼。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你羡慕的吗？贪财是万恶之根，圣经明明安尼讲。所以在春节的时候牧师跟大家一起勉励一起勉励基督徒的丰盛人生观呐。你若讲有人讲基督徒丰盛是安尼，在给人灌迷汤，不是。圣经内底伊的丰盛是在神的恩典下的丰盛，而不是靠自己私人的一个诱惑，或是私人的一种贪财的丰盛。所以这样会记得，富足是上帝所赐的福气跟恩典。如果这个富足不是神所赐的，有一天你就会失去。第二个，圣经明明跟我们讲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生活所欠缺的，上帝就必供应。第三个，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你有能力行善。提摩太前书6章18节，伊讲，佮吩咐因行好事，好业伫好所行，欢喜真济，甘愿分予人。保罗先生讲一个足坦白的话，就是讲，你什么叫做富足？你有通分人才是富足。无你的身躯有千万亿万吼，求地地安尼吼，一个钱拍几啊10个角吼，你唔是好业人呢？有能力行好事，好业伫好所行。华语圣经说，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啦，甘心施舍，乐意供给。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他人生拍拼吼，为人事业啦做了袂歹，工作嘛做啊足顺遂。但是你感觉讲，我迄种为着家庭，为着家己的腹肚，伊感觉上快乐的是，伊开始有机会做志工，有机会做好事啦吼。讲起一个咱可能大家拢知的一个小故事吼，就是台湾的迄个关公的先行者叫做严长寿严长寿。我听讲伊后来嘛成做一个基督徒啦基督徒。伊伫8八风灾的时阵，伊就去到台东来参加这个救灾参加这个救灾。
啊，伫个救灾的中间吼，伊慢慢发觉到讲啊，台东这个所在风景水，啊，逐项拢水，但是吼，在这边的生活，很多人在贫穷当中，所以伊就开始帮忙台东的民宿啦、餐厅升级，而且引进精英教育啊来教育孩子。他后来还成立了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他后来他自己做反省，或是自己做做结论，他说，他这是生命中最快乐、最美妙的时候。这位严长寿，很多人喜欢读他的书，因为他读书蛮激励的哈。那他在台东就透过他的影响力，啊，引进很多新的思考，很多新的概念，啊，帮助台东这个地方来发展。而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帮助台东的这些餐厅啊，或是相关的设施升级，他说，不是跟台北的101竞争啦，不要跟台北101竞争，因为只有台东才有的，而且是101没有的，这个才是台东的价值。所以他就改变了这些台东人的观念，想要努力要跟台北平齐，没有。他说，他不是跟大都市的餐厅相比，他是认为台东这些地方在地的美食，你不到台东就吃不到，才是台东最高的价值。咱知影这严长寿伊伫个要退休进前，差不多应该加10年前得到癌症，上帝怜悯让他重新恢复健康。所以他在康复之后，他觉得人生有限，所以他把整个的人生就投入公益，成为最美好的公益人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位严长寿先生当然基督教信仰他对他影响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他就是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的一个最好的见证他这个公益平台呢，在台东带领很多人一起来领受这样的恩典跟祝福。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基督徒呢，不只生存在这个我们认为很幸福的台湾社会。高雄互人称的讲全世界上好徛的所在，你敢知影？咱台湾这个岛有真多评比啦什么小吃啦，什么好事，最近。迄人讲锦上添花就对了，大家人都讲学了讲台湾这个好所在。我嘛讲，如果你还没有感觉台湾是一个幸福的地方，也不怪你，但是期待你好好去领受，到底台湾好在哪边？不然的话，你住了一世人无感谢这个台湾，实是足可惜的。伫这新年开始，牧师要教咱三甲勉励讲，咱的教会拢推动每日灵修的好习惯，有的是读圣经的习惯，RPG 祈祷的习惯，互相带祷的习惯。咱鼓励兄弟姊妹1年还是2年，甚至3年读一遍的圣经，通过固定甲主的交陪得到这款的灵修的开力。第三，咱的教会这几年拢鼓励兄弟姊妹，你要有传福音的动力。就是你随时随刻要愿意将福音传给别人。其实基督徒有人这样说了说很多人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很多人也不认识耶稣，但是很多人可以看见基督徒，知道耶稣是谁。很多人可以看见基督徒的所作所行，知道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基督徒你本身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器皿，不传福音表示你可能有点心虚，或觉得这个信仰跟你无关。最后一点，一个教会到底强不强盛，不在于人多人少，这个教会是因为有一群愿意委身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教会呢，在下个月开始
下月开始，我们就推动了富强门徒学校，门徒学校1、门徒学校2，还包括很多查经班。我期待，既然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信息说，敬虔的人就是最富足的，那你要从敬虔先开始啊！你不是先说神啊，给我富足，我才来敬虔，这是本末倒置的事，而是因为神给你这样的信心，给你这样的信仰，你有保罗的信心，你有圣经诗篇所告诉我们这样的福气的恩典，那这个就是你最大富足的地方。愿神赐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的新年开始，大家有一种自我的一个立志说：神啊，我要跟你更亲近，因为我们用敬虔来迎接新春，我就必得到知足跟丰盛。这时候，我们要请音乐来